烂尾巴啦！你看，下雨好多天，下雨之前呢，已经先灌溉了，然后又连续好多天的下雨。你看，隔壁那个稻田，你看比较高，然后这边的田比较低，你看那水会渗透过来，底下的土都是像烂泥巴一样。结果你看这个，很多都是烂尾巴啦，很多那个红萝卜都是烂掉那个尾巴的部分啊，好可惜哦！你看，所以要有经验呢。隔壁那个稻田哦，也是也好几个礼拜了哦。要播种，要插秧以前有先灌溉，然后水会渗透过来。但是这个也是干了好几个月以后了。最主要那个有淹水，有灌溉，然后又有下雨好几天。你看那个尾部啦，尾部都烂掉了，有的没有烂掉，有的烂掉，你看，多可惜啊！所以要有经验啊。